我觉得跟这些都有关系。在这边呢，我跟各位提一下，为什么我刚刚特别讲，我要把这4个人呢当作是我的好朋友来介绍给大家，这是有根源的。各位看看 Veritas 是拉丁文的真理这个字，就是 truth。这是哈佛大学的校训，但是你看他的校训的时候，他经常会跟着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 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e magis, Amica Veritas，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最重要的是与真理为友。这句话事实上是有很多东西不断的衍生出来的。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Amicus Plato， 后来呢加了 Aristotle， 所以那个 Veritas 就在这边存在了。但是像各位这么有学问，一定了解，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概念事实上存在于所有的宗教，不管是佛教，不管是基督教，不管是苏格拉底的思想，他们都会有同样的一个认识。但是后来基督教的发展已经变成一个唯一的一个真神，那么这是宗教发展的另外一条路线。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事情做一个理解，所以呢，我特别把它扩大成 Amicus Socrates、Amicus Buddha、Amicus Confucius、Amicus Jesus、Amica Veritas。所以你跟这4个人交朋友，但最重要的，你也跟真理交朋友，因为他们4个人呢，可以作为你的心灵的居所。宗教它的目的、它的价值也是同样的，它存在的意思就是做你的 residence of your mind。各位，你常常在街上碰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很多街友，你会非常同情他，你会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你想想看，这些人事实上并不可怜，真正可怜的是他的心无家可归。所以当你找到一个心灵的居所的时候，不管是这4个人或者是其他人，我都恭喜你。你如果找到其中1个人，我已经恭喜你；如果4个人都是你的心灵居所，我真正的恭喜你。因为今天呢，我们从人文主义开始谈，所以呢，我不用崇拜这个字，我用的就是你的相应。英文可以用 corresponding， 你的 frequency 呢跟这几个人呢基本上是相应的。相应呢，你就开始能够接纳他，然后你接纳耶稣基督，你接纳 Buddha， 你接纳孔子，你接纳 Socrates， 那么你就会觉得可能你的心安，因为有了心安，你的社会才会安宁，因为你心静，才会国土静。心安处，即是你的故乡。好，所以我有很多朋友现在飞到其他国家去，因为他认为美国可以带给他的心安。那么，也许我们这一生呢，都在找这么一个地方。我这边就用一下我以前在 NYU 的老师的话，这个人是 Peter Drucker。我想我们练管理的人可能没有人没有读过他的书。他有一句话现在已经用的非常的腐烂，就是说 ，do the right thing, don't just do the things right。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对，不只要把事情做对，要做对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人生呢，在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奋斗，后来回头一看，啊，跑错路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嘛。但这句话呢，有无数的版本。这是其中的版本，因为今天大家都是 managerial leader，management is doing things right，leadership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所以，当你做一个管理者的时候呢，你可能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对；但是，当你真正是一个领导者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一定要做对的事情，一定要挑对的行业，你一定要做对的事情，在一个对的社会，在一个对的公司做对的事情，做对的行业。比如说华为，我一直很惊讶这个华为很多了不起的创造力。后来我刚刚跟这几位聊天，我才发现，这个我们这边是有了不起的这个 creator 在这个地方，这是真正的 branding。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说 ，effectiveness is doing things right，efficiency is doing things right，effectiveness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啊，这种其实是非常多的例子。OK， 我们现在来到苏格拉底，这个正如我刚讲的，无论如何他是排在第一个，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一个来讲他。但第一个讲他有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因为他是我们这4个前面3个伟大人物里面最年轻的一个，除了耶稣基督，他是诞生在西元0000年，那么他呢是其他3个人里面比较年轻的，但是因为希腊化的这个时代了，他出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他是真正出生在，就是2次波斯打希腊的战争里面。这2次战争呢，对人类的文明史呢有天大的影响。我想各位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电影，各位一定看过有一个电影叫《300壮士》。那个300壮士就是拍那个温泉关啊，后来这300人都牺牲，然后把那个波斯人挡住。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拉松的战役。马拉松的战役，雅典打赢了，后来派了一个传令兵跑回雅典，然后他跑到雅典的时候呢，他就高呼说 ：“Victory， 我们赢了！”一讲完他就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马拉松的来源就是从这个来，他就是生在这个时代，一个伟大的一个时代。但是这过去了之后呢，他居住的地方呢就开始打仗了，那个地方就是叫伯罗奔尼撒战争。一般人对他的了解是比较少的，因为他是我刚刚讲的所有人里面可能最难写传记的一个人，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他学生写的一些对话录。但是别人在怀疑，究竟这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有几分真几分假，几分是讲他的老师，或者几分是讲他自己。那么，所以这个苏格拉底呢，有一阵子大家对他存了一些比较保留的一些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慢慢，尤其我们进入到现代，发现更多的东西呢是的的确确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 picture 越来越完整了。有一个值得提呢，他的父亲是石匠，他的母亲是助产士，所以在苏格拉底的一生呢，他常常用助产士来比喻。他就说：“我并不是教你，我并不是给你智慧，我是把你已经有的智慧把它引导出来。”这种话呢，就会给人的信心；这种话呢，就会给人安慰，因为他觉得我本来是有这个智慧，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今天苏格拉底帮我，像助产士一样把我的智慧引出来。他的妻子呢，叫做展基佩，很多人也了解苏格拉底，就从这边开始。这是很有名的2幅画。他妻子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女性，她常常找苏格拉底找不到，她就叫苏格拉底，一直苏格拉底没有回应，后来他就泼水给他。这2幅图呢是一样的意思。当然，苏格拉底有很多女性的 fans 跟着他，他太太很不高兴，又泼水给他。这个时候呢，苏格拉底就展现了他的幽默感。他说：“我就说嘛，打完雷以后啊，一定会下雨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
过这个故事到后来还有不断的演变，演变成什么呢？就是人家说人呢是一定要结婚的，因为如果你娶了一个温柔的美娇娘，你的婚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如果你娶了一个穷凶恶极的女性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故事是这么来的，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是这么产生的。我们看历史上所有人对苏格拉底的赞美啊，包括柏拉图，包括他的很多的学生，在不断的他的对话里面出来，都比不上 Steve Jobs 讲这句话。Steve Jobs，I would trade all my technology for an afternoon with Socrates。他说我情愿把我所有知道的，我所有的技术啊，换来跟苏格拉底吃一个下午茶。同样的，这个也是有很多版本。我看到很多版本说，我愿意把我毕生的财富捐出来，只是为了跟苏格拉底吃一餐饭。有些人说，我为了把我所有的 property 捐出来，只是为他跟他聊一下。那么这种话里面可以表示出大家对他的推崇。那么像 Steve Jobs 这种人呢，他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灵魂或者精神的一个境界，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当然，除了苏格拉底以外，他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那么我是觉得，一个企业到达一个阶段，一个人的成就到达一个阶段，他当然就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会跟更高的一些理想或者精神，或者不管是什么，非常的有一个 corresponding 一个相应。Delphi， 这个是苏格拉底一生很重要的开始。Delphi 呢，这个地方呢是离雅典附近的一个山，那么这山上呢有一个阿波罗的神像，有个神庙，当然现在已经是变成废墟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这是苏格拉底蛮重要的一天。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叫做切罗冯，然后呢，他到了阿波罗的神殿去，要神给他一个意见。那么他们是叫 oracle， 有点像甲骨神谕。那么就像中国古时候用这个甲骨，或者是去测试未来，很像这种东西。那么他那个朋友呢，就问这个神，他说：“请问啊，我们希腊有没有一个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后来这个神就表示意见了，可能跟我们现在去这个行天宫，或者是去天后宫，或者去任何庙，意义是非常接近的。那么神的指示说没有，意思呢就是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但是一般人呢，如果接到这么一个结果之后，他可能会欣喜若狂啊！我是世界上最聪明，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但是苏格拉底呢，因为他是个哲学家，所以他回过来反问，他说：“真的吗？真的吗？”所以他的一生呢，就要在做一件事情，他想去证明这个阿波罗神殿里面那个 oracle 那个是不对的。他以前呢就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很喜欢 dialogue， 很喜欢 communication。他那个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职业，他就随时呢都跟别人在谈话，所以他的一生呢就是在谈话中度过，在 dialogue 里面度过，在对话里面度过。他的目的呢是要找一个真正雅典最聪明的，比我还聪明，比苏格拉底还聪明。他有没有找到不知道，
但是呢，这时候就流传了一句话，因为他觉得，神阿波罗说我是最聪明的，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我是无知的人。各位想，这是很有意思的。I know I don't know anything. I know I know nothing. OK， 这句话呢就无数的演变成最后呢就是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这句话是比较文绉绉的了啊。那么真正的智慧是你了解你自己的无知。所以人家说，哲学的意识呢是爱智 ，Phil 是 love，Sophia 是 wisdom， 所以 philosophy 的意思就是 the love of wisdom。那么哲学家呢是爱智，在寻找智慧。苏格拉底说不是，我是在寻找无知，因为你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呢，你才能走向智慧啊，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过这个东西演变成后来的时候，听说他得罪不少人啊，因为人家说是 OK， 你说你知道自己无知，好像我们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他又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各位看这个人的思维啊，是蛮奇特的，蛮奇特的。最后，苏格拉底呢，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呢，他被判刑。他的罪名呢，是叫做不敬神，因为他的很多理念呢，对当时的这个希腊的传统的神的信仰是有抵触的。另外呢，他们觉得他把年轻人带坏了，等等等，所以他被判刑呢，他本来可以逃走，他不逃走，最后他选择了死亡。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选择了他就喝了毒酒。各位想想看，这个时候呢，柏拉图呢事实上只有28岁，他的老师给他做了这么大一个事呢，他的一生怎么不会受影响，怎么不改变？那么，所以他就尽毕生之力就开始写这个苏格拉底的信，然后都是用对话的方式写，因为他可能跟着苏格拉底走了很多地方，然后有很多对话的经验，所以他的写作的题材呢，基本上都是用 dialogue 这种方式来。这个 dialogue 也影响到我，那么我自己呢也出了5、6本对话的书。那么我觉得对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材，就是说你可以尽量的保留当时你们几位在谈话的一个原貌。那么很多智慧呢，就是这样子的交叉产生的。北方人讲侃大山，香港人呢讲傾偈，台湾人呢讲开杠、开讲，四川人来讲掰拢人讲。但你想想看，侃大山、傾偈、开杠，可以听出一个哲学家，这是多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下次大家在谈话的时候啊，尽量用一点这个苏格拉底的一个思维，也许会在你们之间会爆出智慧的火花。这里面就是解释他的那个所有有关对话的一些作品。那么在柏拉图写了很多的这个对话里面，这里面是选出其中的一些来，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很多都是跟我们有关系。各位知道，他对话中其中有一个叫 republic， 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呢是翻作共和国，但是呢，在柏拉图的作品里面，我们翻成理想国。所以各位，这理想国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个 republic 这个字啊，在拉丁文的原意啊是 res publica， 这个 res 有个 s 在哦 ，res 的意思是 affairs 的意思，事物的意思。所以呢 ，republic 这个字呢，它的原意呢是 public affairs 这么来的。但是不知道七转八转的，现在变成一个 republic， 然后呢变成一个共和国。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希望在当时的希腊的环境有一个新的一个制度产生，是由所有的民众一起来参与的。这个就是 republic 的原意。他的哲王的思想也是这样出来的。
但是后来这个字呢，就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共和这两个字。那么现在全世界大概有170几个国家号称它是共和国，他可能不知道它的来源是这么样子的。apology 呢，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是他自我辩护的东西。Crito 呢，这个对话呢，就是 Crito 他的一个好朋友很有钱，要劝他逃走，他不愿意逃走。Phaedo 呢，他最后一次对话就是他要开始喝毒酒的时候，他要告诉他的学生、他的朋友，我死了，但是呢，你们可以 follow 我们两个以前谈话所留下来的一些经典、一些智慧，你的人生就已经够了。他是这样子。这里面我提一下那个 symposium 这个字呢，在那个时候呢，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翻作有几个翻译，有会议，或者是叫做飨宴。这个图呢是19世纪一个名画家 Aslan 他画的，中间的人呢就是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不可能这么英俊，其他的呢都是当时的名嘴，他们常常一起聚会。那么这张图呢，因为有一点比较限制级啊，请大家尽量不要看左边，因为在那个当初这个画的时候啊，因为这个 symposium 这个字呢，现在已经变成会议了，变成大会了。那么变成大会呢，所以呢，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色彩了。不过在当初呢，这是我前面讲的，都是苏格拉底的最后几天。这个呢是苏格拉底再生的一些愉快的时候。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对话。人家说这个 symposium 里面有3个主题，这3个 W，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triple W， 它那3个 W 是 wine、wisdom and women。但是呢，现在已经不是完全这回事了。By the way， 我们过几天呢，我们会举行一个 symposium， 这里面只是做个预告。这个 symposium 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symposium， 我们回顾中国过去100年，以及去 look on 未来的100年，我们叫做回眸100年，100年回眸。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等一下我们这个执行长，可以跟执行长这个要一下那个资料，或者呢，你如果有兴趣来参加的话，因为是在会展中心。那么现在我们请了几个贵宾，包括梁振英，包括台湾来的这个经济学家民主家等等，部长级的。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股市过去的100年，跟以后未来的100年，到底中国未来的走向，这个世界未来走向怎么样？那么这个 symposium 欢迎大家参加。柏拉图呢，在苏格拉底过世的时候，他办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 Academus。Academus 是希腊的一个英雄的名字。那么后来呢，这个英雄呢，他就在希腊雅典获得了一块土地，那么这个土地呢就叫 Academus。然后呢 ，Plato 呢就利用那个地方呢，就办了这个学校。那个地方呢，它就叫做 Academus， 那么就是现在的 Academy。那么现在这个 Academy 啊，各位想想看。他办这个学校的时候，大概一直延续到900年，一直到罗马有个大帝叫 Justinian， 这个学校才取消。但是 Academy 呢，一直到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叫做 Academia Sinica， 大陆的社科院跟中科院都是用 Academy 的名字。那么包括美国的电影学院，我们的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不是叫奥斯卡，它就叫 Academy Award。 所以你看，这任何一个字啊，都是有几千年的一个这个含义在里面。你知道这个故事，你就会非常有趣。那么它的这个地点呢，事实上就在那个卫城的下面。所以你以前如果参加那个学校读书的话，你就可以从下面看到卫城。
所以就像我这种感觉一样，这就是卫城，Acropolis。那么从这 Acropolis 下面呢，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 Olive 的这个 tree 木质，就是 Academy 的原址。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发掘出来了。这是 Raphael 画的 Academy。当然，我相信实际的 Academy 没有这样的规模，但是呢，它是代表文艺复兴时期三杰之一的拉斐尔画的，所以呢，这幅画呢是引用最多的一幅画。老的呢就是柏拉图，年轻的是 Aristotle。Aristotle 呢后来自己办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叫 Lyceum。那么从这个 Acropolis 呢也可以看得到，就在这个山脚下。那么我去雅典的时候呢，正好这个地方呢也是刚刚被发掘出来，所以这个考古场所对这个研究西方文化的非常非常的兴奋。那么 Lyceum 这个字呢，我们英文比较少用，但是在欧洲的法语系啊，很喜欢用这个字，用在剧院或者是学校里面，尤其是中学。Lyceum。那么亚里士多德呢，他因为他的家庭的背景，所以他有一个环境呢，后来做了亚历山大的一个老师。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呢，跟亚里士多德是有关系的。亚里士多德训练他去做一些比较单纯而清晰的一些思维，所以当亚历山大从小亚细亚往东打的时候，他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也是神谕，就是说我这边有这么一个结在，谁能够打开，将来就会做宇宙的共主。那么所有以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这个结。亚历山大他一听到这件事，他就拿这个刀一砍下去，这个结就打开了。这个就变成西方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后来演变成就是说，你碰到这些，尤其在商场上，尤其在政治上面，你碰到一些非常难解的一些疑难杂症，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就把它砍掉下来，就把它砍掉。这就符合亚里士多德讲的 ：“The greatness of a spirit is accompanied by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布达。这个我先跟各位提一下这个布达这个像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布达，你大概已经看到满天神佛，到处都是佛像，所有的庙里面都是佛像。但是我特别跟各位提一下，这个佛像的第一个产生呢，事实上是佛陀圆寂或者过世500-600年之后才第一个佛像出来，因为他自己的本身呢，他是反对偶像的，这里面有一个他的革命性的思维在里面。因为在佛陀出生以前呢，雅利安人从高加索打到了印度，然后在五河流域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邦加，现在属于巴基斯坦这一块，那边已经有很好的文化，然后这个文化被征服，被征服了之后呢，这个雅利安人就统治了印度，然后他们创造了种姓制度，大家一定很清楚，这种姓制度最高的就是婆罗门，其次就是萨特利，然后就是吠舍，然后就是苏特拉。所以你做最下面一层，你是没有办法翻身的。所以佛陀他的革命思想就是他要否定前面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没有偶像。但是以后的人呢，因为太怀念他了，所以当亚历山大打到这个五河流域的时候，那个时候建立了一个可以说混血的王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宣港。那么那个地方的王朝呢，是容纳了很多希腊的一些雕刻艺术，然后他们非常喜欢雕刻，所以呢，后来就开始有第一个佛像的产生。所以你看那个佛像，基本上跟我们理解的佛像事实上不一样。这个佛像呢，是有相当的一些希腊的色彩里面。那么佛陀呢，他是，这里面我特别提一下，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典籍里面，事实上佛陀的出生年月日是不太一样的。那么，
我这里面稍微尊重一下，就是说原作者写的560，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典籍里面呢，我们的认知啊，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孔夫子诞生在西元前551年，然后呢，佛陀呢，大概比孔夫子大10岁到12岁，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老子，正好比佛陀又大10岁，我想这样扯平了啊，这样扯平，你比我大，我还是有个老头子比你大一点。所以呢，这个对中国人来讲是蛮可以接受的。那么，但是这个年代呢，实际上你现在看到这个佛陀的年龄呢，我告诉你，大概有几十个版本，几十个版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大概最了解的就是他的思想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的都是其次。那么他出生在现在的尼泊尔，那个地方叫隆比里。就这个。这个隆比里呢是在尼泊尔，离他父亲治理的国家呢，大概有几十公里。然后在当时呢，有一个习俗，就是说女性如果要临盆的时候，她要回到她的娘家去生产。那么所以她的妈妈呢，就从卡比巴斯图就走回她的娘家。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当然是成群结队。走到一半的时候，到了一个公园，结果就在那出生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佛教里面最神圣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佛陀的最后一天。这边有一个东西呢，我特别提一下，就是这个所谓叫 The Pillar of Ashoka， 就是阿育王之柱。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印度历史上一个最感人的一个故事。阿育王他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唐太宗，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汉武帝，或者是汉武帝、唐太宗加秦始皇的一个综合，因为他统一了北印度，就是当时真正的第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统一，就是阿修卡，阿育王。阿育王的爷爷呢，叫做 Chandragupta， 中文翻作佟德罗吉多。你要是用国语念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字啊是好没有意义。但是呢 ，Chandragupta， 你如果用闽南话来念，就跟它的原因很像。所以我每次看这个佛典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是在我们的汉唐时期引进来的，所以它保留了相当的一些河洛的语言，所以蛮有意思。后来呢，他的孙子阿育王的武力啊盖世，他东征西讨，一个个消灭他的敌国。最后一个征讨那个国家叫做卡林卡，大概就类似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加尔各答。然后他征服了这个卡林卡，现在的维萨加尔各答的时候，